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，要做消防的小队长实在真无简单。台中市消防局要来选小队长，是分2天举办体能的测验。除了这个基本测验，1500公尺的长跑之外，还阁全副武装，拖着70公斤重的假人，伫个火场来救人。啊，讲按算要录取20个人，有99个人来考试，录取率只有2成。有人连考3年也是考不掉。啊，讲要通过这个考核哦，困难度是真高。开始。穿防火衫、挂上色、排光管向前冲，拖70公斤的假人搏击火场救援行动。一般人敢若穿这束装备，就已经真歹行动，佮硬要拖成年人体重的假人，买争取时间赶到指定的安全地点。队员真专力，因为竞争者伫要发100个人。这是台中消防局小队长的生前定选，那平常时啊爱表现甲真好，伫咧火场或者是灾难现场，体力嘛真重要，所以这2天的测验活动是包罗万象。从上次落选到现在都在准备。真的、啊？对。就上次已经有去。对，这是我第3次参加甄选。是健力选手，所以我的平常训练项目都着重于肌力跟爆发力的项目。像这次对我来讲比较困难的部分就是跑步的部分，因为我的肌耐力会相对的比较薄弱。消防局讲，这摆定选20个小队长，剩99个人报名，录取了超2成，通过真侪种考核，被选出体力、动力、经力上好的队员，这种担起救灾重大责任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